政治消息来关心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即卖因为假消博的风波愈加愈大，会计师端目前拜伊强调，伊提供的服务拢是依法来处理的。嘛讲民众党开记者会是挑故意无甲邀请。民众党昨昏有时批评讲，端目前伫迄当时就要承认讲伊是大主大意，无事先通知就甲消博做掉。若郭文哲嘛讲要找律师甲告。若郭文哲即马牵涉政治现金无老实申报，监察院已经咧查，准讲真正有暗藏的问题，相关的方法100几万。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。民进党为要提高会计师端目前，郭文哲强调会找迄时阵经办财务长李文忠甲端目前对峙。郭文哲限制假消风波继续滚价，端目前杂志透过声明反击，强调提供签证服务拢是照法规办理，司法会行家己性别，佮放下是民众党故意无被邀请去杂志记者会，按过民众党佮反击。使我们的整个名誉遭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。如果他坚持还是要发出这样的模糊声明，而不出来具体的说明的话，我们可能也被迫要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。根据韩控诉端目前有承认伫无智慧政府竞争意愿之下先做调整，将经费底采2000多万，分作到比小部核销，管价包含丝路离欧丁公司。按过民众党是不是出示相关证据？伊表示会进一步讨论，结果进前端目前依然无回应。刚刚目前有讨论说还有哪些人会送公平会吗？让他们发言吧，好不好？李文忠甲迄时阵竞争总干事黄珊珊会移上中评会处理，民众党中评会主委李伟华表示，会看级别性处理，无时间表。管体牵涉政治现金申报无实在，毋若北检混案侦办，向监察院调出相关政治现金资料，监察院也派人查缉，强盗若有稳状无定小姐状况，相关应罚120万。若会计师违法，会报请会计师庭改委员会庭改；若发现其他犯罪嫌疑，会照刑事诉讼法移请检察机关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